较早的做香，甲真的做香完全无共。较早的做香，就是用迄个感冒啊吼，爱水爱硬伫脱，啊乌的就爱脱到反乌，黄的发到脱反黄，啊就爱脱足久的，啊一工就爱做一个人100斤，啊迄足辛苦啊，用手做，啊一工做100斤，啊尾啊了较开心，有这个。有这个也做食饭机，啊有原料，啊甲有开始半自动，啊无较早拢就是用手工的硬做。红的这是咱一般咱台湾这边就是拢红的，啊咱的好兄弟啊嘛是拢用这个红的。是。但是我金门我69年做兵退伍，我有卖金门，伊就是7月时啊，伊要拜好兄弟啊，一定要用青。青色，啊青色的。哦，拜好兄弟啊。兄弟。哇！啊这就是这个。哦，伊这就是青。哦，啊，这青就是因为咱的迄个金纸咧拜拜，有一个拜好兄弟啊，嘛是有青，那是咧拜好。看到的。你胸卡的部分就是我甲阿平两个人，这工课无简单，因为足热。捏香的时阵有一点红色染料，爱煮滚100度安尼，所以足热，嘛袂使开电风。嘛袂使开冷气，因为无冷气。嘿，所以我感觉派阮两个人就是去食苦的啦。